新疆人士若是出门，请在受到场所设施的限制，无法度像一般的民众遐尔利便。有几个民间团体昨昏去行政院陈情，希望设立无障碍专法，统一管理的办法，还有标准。行政院回应讲，已经有请相关部会收集因提出的问题，按算伫明年2月份至3月份完成清点，看敢是有需要立专法来处理。 联谊团内第无穿到外套，新疆团体代表也是准时到行政院门口陈情。民间团体讲，即卖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无强制力，各种无障碍措施线伫各部会管辖，拄着设施无方便，都爱四界去陈情。希望未来会当统一规范。那现在的生权法也没有办法去有效的督促它，中央也缺乏督促的机制，所以我们今天既然人为做不到。 那我们就靠专法来做。有一个孩子要上学，他的这个校园周边的这无障碍通道，要牵涉到很多的局处哦，这对我们来讲非常的辛苦。目前全台湾差不多有119万外的身障者，其中5成以上超过65岁。民间团体建议上接款的无障碍设施是车车的步道甲厕所，不过身障者需求唔难安尼，希望邀集身障团体做伙制定无障碍专法，整合包含建筑物甲风景区这无障碍设施，互身障者嘛甲一般民众同款有行的自由。 应该先请各部会相关的部会，例如交通部、内政部、经济部，还有这个卫福部，我们先盘点现在各位现在所面临到的所有的无障碍的问题。行政院代表收录陈情书承诺的数字无障碍设施建议了后，检视目前法规是毋是有拢包含在内，做后续是毋是立专法的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